歡迎收看客家網絡校園每日一項的新聞。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顧秀妃5月29號去到林林業崙背鄉東興國小訪視雲林châu安行業教學資源中心。顧主委表示，該中心成立前有幾個核心使命，就是開啟復振châu安合法的重要指引，希望透過補助支持資源中心，復振少數地度的少數châu安合法。顧主委表示，同人口較多、使用頻率高的海陸同試驗場相比，châu安合法的使用人口十分少。面對嚴重的文化傳承同標識的危機，也拜訪時就是希望加彩體高狀，主任、委員代表同第一線新生的力量，共下參詳提升一下châu安合法使用率的新方法。根據客委會1814年全國客家人口計每年調查的結果顯示，雲林縣的崙背的châu安鄉使用比例相對較大，比到某本客家語言漸漸的流失。客委會盡心盡力提升合法少數鄉土使用的比例。以上替客家網絡校園的報道。接下來要教大家今本日的每日一項語就是合法。大家共下來講合法，唔好為忙啊，下禮拜再來了。